荔枝好快進入補果階段，我哋辛辛苦苦做到荔枝花啦。由於各種原因，每年都造成大量落果，每年都有好多人為補果去煩惱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好用嘅補果方法。今日同大家講詳細一啲，視頻呢有啲長。大家好啊，今日係3月13號啦。我個妃子笑梳花之後，12號琴晚就用多效做加二鍵頻壓咗一次。大家梳花後10天左右就可以壓啦，到冇花謝花就可以補果啦。荔枝點樣去補果呢？最近呢個問題都係大家問得比較多嘅。今日呢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紅蠶哥嘅方法。因為每個地方嘅花期唔同，但係步驟都係差唔多嘅，大家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一下。先講妃子笑，妃子笑梳花後10天左右，用15%嘅多效做神粉劑嘅吓，85克，加二鍵頻50毫升，兌水100斤，噴上去壓住防止爆花。到冇花謝花啦，用麗花使者50克，加10%嘅稀酵做20到30毫升，兌水100斤，噴上去補果。第一次補果建議冇加殺蟲殺菌。點解要加稀酵做呢？因為妃子笑冇花謝咗之後，但係一般都有公花未開或者未謝，所以要加稀酵做一齊去補果就比較穩陣。隔一個星期後，我哋2次補果可以用麗花使者加淡啲嘅殺蟲殺菌藥，桂味啦、白糖罌、雞嘴、鮮振鳳等次屬品種就冇使藥物去梳花嘅。有人工嘅可以人工剪少啲，少量公花開啦就用15%嘅粉劑多效做85克，加二鍵頻50毫升，噴上去壓住嘅，等佢慢慢咁開放。到全然8、9成謝花啦，用麗花使者50克，兌水100斤，噴上去補果。隔一個星期，麗花使者同樣嘅倍數，可以加淡嘅殺蟲殺菌藥，噴上去再補一次。妃子笑如果想橫角補果嘅，可以喺冇花啱開放嘅時候，根據樹體嘅實際情況，用0號至2號刀喺樹頭或者樹丫橫角1圈半。到冇花謝花後，我哋噴補果藥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我哋橫角之後營養要跟上，特別係葉面嘅營養啊。以後每期防蟲都要加營養。我哋個果呢就會好好啦。未備好麗花使者同埋二鍵頻嘅朋友，就要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呢係需要3、5天嘅。以上呢僅供參考，如果有咩不足嘅，期待評論區有你嘅指導。祝大家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。